特朗普啱啱離開北京3日，普京就緊接住嚟到。5月19號到20號，俄羅斯總統普京對中國進行國事訪問，北京呢條紅地毯幾乎冇停過。呢個時間點唔係巧合，係特登安排嘅。呢個說明而家國際格局就好似三國殺，中共正試住喺美俄兩大之間左右逢源，兩邊都想睇着數。而普京呢個時候一定要親自喺北京，親自確認住維繫住俄羅斯生死嘅戰略生命線仲睇唔喺度。同微雨一齊喺世界，大家好，我係陳微雨。普京點解要咁急去訪問北京？佢去北京嘅真正目的係咩？習近平喺美俄之間玩平衡，係兩邊都唔得罪，定係兩邊都得罪晒？可能有人會話，你睇下普京訪華係副國級嘅外交部長王毅去接機，比起特朗普訪華時正國級嘅國務院副總理韓正去接機，矮咗半級，證明習近平有心親美疏俄。真係冇乜嘢，我哋不如先睇下普京點解佢急住要訪華。同一件事，微雨喺世界嘅角度總係會有啲唔同。如果你想知微雨點睇，記住訂閱我個頻道啦。如果冇見到節目通知，都記得直接去我個主頁睇下最新節目。要明白普京點解咁心急，首先要釐清楚特朗普嘅北京到底攞到啲咩。由美方對外公布嘅成果清單，佢哋特朗普今次行程收穫都幾豐富。貿易採購方面，特朗普話中方承諾會買200架波音商用飛機，仲有400到450台通用電器嘅引擎。如果首批交付順利，最終訂單可以去到750架。佢話呢單係史上最大嘅飛機訂單。另外，中方仲承諾會買大豆同其他農產品。中美雙方同意成立貿易理事會同投資理事會，喺對等減稅嘅框架下推動擴大雙向貿易。伊朗問題方面，特朗普表示，習近平強烈認同伊朗絕對唔應該擁有核武器，霍爾木茲海峽一定要對國際航運保持開放。特朗普認為習近平會自動支持海嘯開放，因為中國大約有40%石油進口都要經過呢條水道。呢個表態對於將伊朗當作戰略後盾嘅俄羅斯嚟講，係一個唔細嘅衝擊。戰略定位方面，兩國元首一致同意將中美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作為中美關係嘅新定位，為未來3年甚至更長時間提供戰略指引。習近平提出希望2026年成為中美關係承先啟後嘅歷史性標誌性年份。台灣問題方面，習近平喺會談入邊強烈反對台灣獨立，但係特朗普就話自己聽完習近平講晒，但係佢作出任何承諾。美方通稿入邊都冇出現唔支持台灣獨立嘅表述，呢點令北京有冇失望？對於俄羅斯嚟講，每一條川習會嘅成果都好似一根刺咁。中方喺伊朗核武問題上企喺美方嗰邊，喺貿易上又向美國大幅讓步，雙方一齊提出穩定框架，呢啲都代表住中美之間正建立緊一種新嘅默契，而呢種默契如果延伸到俄烏戰爭嘅處理方式上，對莫斯科嚟講可能會係災難性嘅。所以普京點會唔心急呢？面對佢嘅局面，克里姆林宮嘅反應基本上可以用坐立不安嘅形容。黑宮發言人佩斯科夫公開表示，世界第一同第二大經濟體之間嘅高層直接對話係包括俄羅斯喺內全球各國特別關注同深入分析嘅對象。佢仲進一步表示，俄方希望普京到咗北京之後，可以睇到有關中美互動嘅第一手消息。第一手消息呢幾個字係由一個大國總統府嘅官方發言人講出嚟，真係意味深長。外交語言一向都好含蓄、好迂迴，但佩斯科夫幾乎係直接承認俄羅斯唔知道中美之間傾咗啲咩，而俄羅斯好急切咁想知。呢點正正暴露咗普京嘅焦慮，特別係普京咁派人去北京，而係親自去。出身黑格勃嘅普京，淨係親自同習近平傾過，先可以從習近平嘅眼神度攞到真實情況。當然，美國係特朗普親自出馬，俄羅斯都要普京親自出馬先顯得有誠意。
不過呢，已經係普京第25次訪華，特朗普就係第2次，所以物以罕為貴。好明顯，習近平會更加重視特朗普訪華。研究俄羅斯問題嘅學者黃思亮嘅分析，俄羅斯一直好重視歷史經驗，冷戰時期中美關係變化曾經打破原有嘅大國格局。雖然今日國際環境唔同，但莫斯科對中美戰略變化依然保持高度敏感。講白啲，就係特朗普嘅睇法好難捉摸。塔斯社嘅分析都好直接咁寫，每次中美高層有重要互動，俄方就會加強同中國嘅溝通頻率，呢個已經成為俄羅斯近2年嘅固定做法。普京係克格勃出身嘅老狐狸，佢帶住4張清單去北京探下虛實，每日關注呢啲世界局勢，真係好燒腦。我呢，成日會飲西洋參跑水嘅舒緩疲勞。但講真，日日泡日日飲真係幾麻煩，而且效果都好慢。後嚟我發現咗呢款黑高脂，佢係西洋參嘅濃縮精華，一啖落肚，抵得上你飲幾日嘅份量。有好多朋友食咗之後都話反應好好。有位觀眾喺老豆有高血壓，食到第2樽嘅時候，血壓就穩定咗，醫生仲叫佢減咗1粒降壓藥。佢特登同我哋講呢件事，我聽到都真係好開心。我哋推薦嘅產品就係希望每一樣都係經得起考驗嘅好產品。黑高脂仲可以降血糖，對2型糖尿病都好有幫助。呢一點係多倫多大學第3方認證過嚟。如果你屋企有長輩，或者你自己平時容易嘅免疫力比較弱，佢呢樽黑高脂真係值得試下。而家啱啱有母親節優惠活動，直到5月20號，用我嘅優惠碼 VU 可以有85折，買滿$500仲可以再減30蚊。一直有食開嘅朋友可以趁呢個機會多買幾樽，買咗俾父母都好好。不過要提一提，糖尿病患者、孕婦，仲有哺乳緊嘅媽媽，或者而家食緊處方藥嘅朋友，記住用之前一定要問下醫生，安全最緊要。普京今次出訪嘅真正目的，其實比官方聲明講嘅複雜得多。根據大紀元嚟到嘅中共外交系統內部消息，同時時評人杜文嘅自媒體節目引用咗中共內部密報，普京訪華主要圍繞4大核心問題。第1張清單，情報。川普到底講咗啲咩？普京而家最急切想搞清楚嘅問題就係，川普喺北京期間有冇要求習近平減少對俄羅斯嘅經濟支持？有冇喺俄烏停火方案上提出嘅具體要求？仲有冇攬到北京某種形式嘅背書？中美之間有冇針對俄羅斯嘅暗中承諾？杜文認為，普京嘅核心判斷邏輯就係，只要美國喺貿易、科技、台灣問題上向中國讓步，喺中共可能就會喺俄烏問題上都被要求作出讓步。普京需要親自去北京，面對面確認習近平到底俾咗川普嘅咩承諾。至於第2張清單就係政治背書，繼續綁定中俄關係。普京今次去北京就係要向全世界展示一個好清晰嘅畫面，中俄關係嘅因為川普訪華而動搖。其實呢個展示，與其話係俾西方嘅，倒不如話係俾俄羅斯國內同全球南方國家嘅。喺俄羅斯嘅宣傳嘅事入邊，大國外交嘅勝利係普京政權合法性其中一個重要之處。一旦習近平俾人覺得係向美國傾斜，喺普京嘅國內就會面對政治嘅事上嘅裂縫。費加羅報喺報道入邊指出，普京今次訪華有意展示俄中夥伴關係嘅韌性，而呢個展示本身就暴露咗俄羅斯對中美關係緩和感到焦慮。杜文喺節目入邊分析話，2026年中共嘅外交策略可以用一句說話嘅概括，就係親美俄、冷淡歐洲、壓制日本。中共需要同美國緩和關係，但同時絕對唔會因為同美國恢復溝通就放棄俄羅斯呢個戰略後方。呢個就係中俄關係嘅本質，唔係真心中意對方，而係大家都需要對方。第3張清單呢，就係俄烏停火嘅安排。
俄烏戰場已經陷入咗複雜嘅僵持，烏克蘭方面聲稱咁多條戰線奪返咗大約400平方公里嘅土地，而普京就對外宣稱俄烏衝突正接近尾聲。呢兩個講法其實都係為停火之後嘅格局預先鋪路。普京真正擔心嘅唔係停火本身，而係停火方案由美國主導，歐洲參與安全保障，烏克蘭獲得長期軍事援助，而中國就喺一旁默認咗呢個框架。杜文分析指出，如果咁樣收場，對俄羅斯嚟講，雖然佢哋嘅土地，但喺戰略上可能會長期被困住，制裁唔會解除，資產唔會解凍，歐洲會重新武裝。烏克蘭就會變成西方嘅永久前線陣地。普京最驚嘅就係贏咗地圖，輸咗未來呢種結局。所以普京需要習近平喺幾個問題上俾咗一個明確嘅態度。如果俄烏停火，中共可唔可以承認俄羅斯提出嘅安全條件？中共又願唔願意參與戰後重建安排，好似能源、基建、金融結算咁？如果美國要求俄羅斯讓步，中共會唔會喺外交上幫俄羅斯撐場？如果歐洲繼續援助烏克蘭，中共又會唔會同步加大對俄羅斯嘅支持？呢啲先係普京今次訪華嘅核心政治議題。佢要確保中共唔係淨係做旁觀者，而係繼續喺政治同經濟上為俄羅斯兜底做個保障。第4張清單就係石油，呢個係最容易俾人忽略嘅交易。呢個係杜文喺節目入邊特別強調，最容易俾外界忽略嘅議題，亦都可能係今次訪問最實質性嘅成果。問題嘅根源就係烏克蘭無人機對俄羅斯煉油廠持續嘅打擊，已經系統性咁削弱咗俄羅斯嘅成品油生產能力。路透社5月15號報道，今年1月至5月，烏克蘭無人機攻擊咗俄羅斯16間煉油廠，損失咗煉油能力大約每日有70萬桶。淨係3月呢一個月被打擊嘅初級煉油裝置產能就接近每日100萬桶。俄羅斯唔缺原油，佢係全球最大能源出口國之一，但係原油一定要煉成汽油、柴油、航空燃油等成品油先用得。煉油廠俾人炸據，即係俄羅斯自己將個廚房丟咗，食材有晒，但係煮唔到飯。至於中國呢，啱啱就面對住完全相反嘅問題。根據杜文引用咗中共內部密報，2025年11月，蔡奇曾經向習近平報告一個重要情況：中國成品油需求已經喺2025年達到高峰，煉油產能嚴重過剩，過剩量高達2.53億噸。如果呢啲過剩產能消化唔到，就會搞到工廠停產、設備生嘅損壞，大批工人失業。但係如果可以將過剩產能轉做出口，就可以每年帶嚟萬億級嘅外貿出口增長。同時，中國自己嘅原油進口都陷入咗困境。美國對委內瑞拉同伊朗嘅打擊，令中國之前依賴嘅2條平價原油渠道受到嚴重衝擊。中國一度出現成品油短缺，唔少地方電價上升，廣東尤其嚴重。咁樣一個完美嘅互補結構就出現咗。俄羅斯出口原油，中國就負責煉成成品油，之後部分再賣返俾俄羅斯或者換現金流。中俄陸路相通，石油管道、鐵路、公路都可以承載呢一種雙向流通。預計呢種交易唔會以高調嘅政府採購形式出現，而係會透過企業合同、邊境貿易、第三國轉口、金融結算等等灰色渠道靜靜咁進行，以避開西方嘅2次制裁。正如杜文講嘅，呢啲就係口講中立，實際上下注，公開講和平，私底下送糧食。呢個就係中共外交嘅典型做法。所以啊，無論習近平派邊個去接機，表面做得幾咁光鮮亮麗，但係暗地裏習近平可能想兩邊通食。喺美俄之間兩面通吃，呢個喺中共歷史上其實唔係咁先例。事實上，呢個係中共政治傳統入邊一種根深蒂固嘅生存策略。最典型嘅歷史參考就係毛澤東時代中蘇關係破裂之後對美國嘅大轉彎。1960年代初，中蘇公開決裂，毛澤東同赫魯曉夫互相鬧對方係修正主義。
表面上中蘇之間水火不容，但係毛澤東其實佢完全倒向西方，佢一邊批評美帝，一邊鬧蘇修，自稱第三世界嘅旗手，想喺兩個超級大國之間維持一個獨立嘅戰略空間。去到1970年代，形勢徹底轉變，中美開始秘密接觸。1972年，尼克遜訪華，毛澤東毫不猶豫嘅同以前最大嘅敵人握手，目的就係想借美國咁制衡蘇聯。呢一次大轉彎，令蘇聯陷入戰略上被兩面夾擊嘅恐懼，同時都令中國嘅冷戰格局入邊攞到前所未有嘅迴旋空間。今日習近平嘅處境喺某程度上，其實就係呢個邏輯嘅現代版，只不過方向調轉咗。佢先同俄羅斯建立無上限嘅夥伴關係，而家又喺美國施壓之下，想同華盛頓緩和關係，試圖喺新一輪大國博弈入邊，企喺兩邊都需要我哋核心位置。呢個戰術上好似高明咁，但係道義上就更加虛偽。意思就係中共對任何一方嘅承諾，其實都係有條件可以隨時收返。杜文喺節目入邊對呢種關係有個好精準嘅形容。佢話中共未必真係中意俄羅斯，俄羅斯都唔會真心中意中共，中共唔會真心信任俄羅斯，但係雙方都需要對方。俄羅斯需要中國買咗嘅能源，俾咗外交空間，俾咗經濟後門，呢啲唔係友誼，淨係利益勾結啫。對於習近平嚟講，依家嘅如意算盤就係令美國相信中國願意合作，同時又要令俄羅斯相信中國唔會拋棄咗，令歐洲繼續喺俄烏戰場消耗精力嘅時間對付中共，佢自己就可以一直企喺各方都要爭取咗樞紐位置。呢種多方位嘅戰略投機，短期內可能有效，但代價就係最終會失晒所有國家嘅信任，搞唔掂嘅話，仲可能變成眾矢之的。又喺普京踏足北京土地嘅同一日，俄羅斯國防部宣布開始為期3日嘅核武軍演，成千上萬嘅士兵喺全國範圍內參加訓練。喺呢個時間點，真係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普京訪華嘅時候，同步展示核武能力，呢個信號至少指向2個方向。對川普嚟講，呢個係提醒華盛頓，俄羅斯仲有足夠嘅終極籌碼。中美之間要建立建設性嘅戰略穩定關係，係繞唔開俄羅斯嘅。對習近平嚟講，就係展示俄羅斯嘅底牌，強調普京唔係一個可以輕易被邊緣化嘅對話對象。核演習本身可能只係例行嘅軍事行動，但係佢喺呢個敏感嘅時間點宣布，就唔再淨係軍事行為，而係一種外交語言，一種威懾性嘅提醒。撕開表面所有美好友誼嘅外衣，內裏其實係普京同習近平喺各自困境入邊互相依賴。俄羅斯嘅困境就係戰場未能夠速戰速決，煉油廠俾人炸爛，制裁同封鎖越嚟越緊。如果中美一旦真係走埋一齊，喺俄羅斯嘅戰略後院就會攞晒。普京一定要親自咁確認嗰條生命線仲睇唔喺度。中共嘅困境就係經濟下行，原油供應受阻，對美國關係雖然有啲緩和，但隨時都可能反轉，所以要靠住俄羅斯呢張牌喺談判台上保住籌碼。習近平一定要令普京覺得中俄關係堅不可摧，同時又要俾川普覺得中美可以有建設性合作。正如杜文總結咁講，普京今次唔係喺北京慶祝友誼，而係佢確認俄羅斯條生命線仲攞唔喺度。呢條生命線包括政治生命線、外交生命線、戰爭生命線，仲有能源生命線。呢種狼狽為奸、利益糾合嘅戰略互補，短期內係有效，但係其實有好深層嘅內在矛盾。中俄之間根深蒂固嘅不信任感，從中蘇關係破裂到而家，其實從來都未真正消散過。當局勢出現根本性轉變，當利益有根本性衝突，呢對互相唔信任但又互相依賴嘅拍檔，隨時都可能各行各路。習近平可能真係想兩邊都冇着數，但歷史話我哋知，長期騎住2匹馬嘅人，終有一日都要喺邊站。
至於普京嘅結局又會點呢？我哋今個星期四會出一集《時光之謎》嘅節目，同大家分享通靈師眼中俄羅斯嘅命運同普京嘅結局。入邊會提到第四個隱形力量會挑起雄鷹、巨龍同熊之間嘅戰爭。大家都知雄鷹、巨龍同熊分別代表邊個國家？而家睇落呢個世界真係好似上緊《三國演義》咁。如果你對呢個話題有興趣，記住星期四唔好錯過時光之謎。